这是咱要举行2013年松林大学毕业典礼。咱松林大学的所有这毕业生，今年有3位吼，因真无简单，经过遮侪年的学习，今仔日要毕业。咱这时头一位要颁发的是复学班，复学班郭碧桃姊妹吼，伊伫咱遮已经足侪年吼，咱今要请题目师来拨穗，公学长老来。公学校长、蔡公学长老要来颁发毕业证书，美惠长老要来颁发迄个奖品，甲张娟副校长要来献花，咱家捧仔声甲鼓励。请张娟副校长来甲伊颁发迄个献花。好，第2位是咱学士班黄阿敏同学，硕士班。咱由安甲拍鼓仔声甲鼓励。伊是请公学校长为颁发毕业证书硕士班的。咱请省立中会乡里部部长李炳泰部长甲颁发奖品。咱请同学要来甲献花。这是第3位。是硕士班刘月英同学，咱拍鼓声甲欢迎，请题目师拨穗。请公学校长甲颁发证书。咱请陈淑清委员甲颁发奖品。来，咱请同学甲献花。这时毕业生要赠送母校礼品，咱要请黄阿炳同学来代表，请公学校长来接受。这时要来颁发结业证书，咱阁有侪侪同学搁咧学习，所以咱要请公学校长来颁发结业证书，互
周丽文同学来代表接受。咱游玩甲遮个学生鼓励。这时咱要来唱敢若每一年毕业典礼时，咱来唱乡里大学的校歌校歌。像咱会晓唱的，咱较大声来唱吼。啊，我要甲麦克风一支后，咱校长来做伙唱。来，咱做伙来唱。来，咱做伙来唱哦，大家的同学做伙来鼓励。上义大学的校歌哦，我嘛咱搁较侪人来读上义大学，来甲咱所有的同学来做伙吼。这是咱要来做一个合照，好无？咱请咱毕业生甲台前的中央，来翕相，嘿。